台南市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吴国珍表示，这次公益关怀活动特别结合台湾书店目标以及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干事、会务顾问、甲宜德家国际地产事业合作举办，共同展现爱无所不在，心与您同在。希望借由举办关怀活动，会当唤起社会大众拥有关怀的情。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湾4.5庙的林主委，我们的老大哥这次首场跟我们台南市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举办这一个爱心捐血公益活动也感谢大家今天的热烈的参与。阮母庙有一寡迄个年纪较济啦，所以若办活动较无法度通出面啦。爱讲活动我嘛讲好所以有这个机会，所以今仔是第一次的办这个活动的啦。以前有来是迄个关协会家己来的啦，这第一遍的，真感谢。伊这老朋友真感谢伊甲阮斗3工来办这个活动。活动这天，现场嘛来了真侪贵宾好朋友共同来赞声，有市长王伟霆、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市员蔡宗和、前议员蔡宏全，还有真侪来自各县市师主会师兄师姐，拢共同来献爱。带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到4.5庙，我们感谢爱在台南公益教育关怀协会从事的这个捐血，跟4.5庙合作能够号召很多市民朋友们在这个假日风和日丽，其实来做善事、做善心、做善事发善心、做善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同时，为了募集到更多例会，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青年团特别发挥创意，在现场安排了拍珠拔烟钱以及冰淇淋的单位，吸引少年人来关怀。我其实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可以吸引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对，然后就是也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增加大家的那种捐血的欲望。对我个人是因为平常都一直在固定的捐血，对刚好今天过来这边拜拜，然后就过来刚好就捐血。最近疫情也比较舒缓了刚好国家也很缺血就呼吁着各位青年一起捐出你们的热血。这次的所有活动都是纯公益就是不收费的情况，就是我们有古早味的香肠，然后弹珠台以及我们的藕冰都是全部免费纯属做公益。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吴国珍表示，这场关怀活动是协会甲母庙共同举办的第一场公益活动，希望会当募集到破纪录例会。未来协会也持续举办类似的活动，结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来做爱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